第一选区的民进党籍议员包括李宗翰、辛家宏、甲王宣茂，虽然选举是竞争，不过总质询却选择联合质询，要共同为溪北的发展来发声。其中面对台南市北议员辛家宏率先发言，不满10亿的总预算，溪北只有约定敢有经费，所以积极向市长争取后续加码硬体甲活动经费，来带动地方观光效益。台南400。那我们编列成10亿，但是分配在西北，让我们看会到、吃袂到，这是一种我相信400年前荷兰人盖的这个热兰遮城，就是在那个地方。市长，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，我们灯节追加了我们灯节追加了5.2亿的预算有一半是要分配在硬体上，不会说稍纵即逝了但是呢，分配在哪里我们不知道，没有看到。所以，那永续的建设，希望也可以投入在我们西北了面对台南市北，其实是台湾市北，因为溪北的糖业一直是重要的主产，所以议员联合质询嘛，希望以现有大兴亚地区上载运糖系统来发展溪北的轻轨，用7成全便便的小火车路线来带动观光，用糖业甲400年结合，再现风华。但新闻顾问及张树维采访报道。